之前都说过就是比较后的走了一段比较宽序的路，那还是有什么折会？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就是计划，什么计劃呢？對。或者都仲係普通話講啦，首先好多謝幾位啦，俾耐性我啦嚇。咁或者我其實都幾想分享下呢樣嘢嘅，就係大學嘅時候咧，我屋企咧就覺得好窮嘅時候嚇。咁啊6個人住喺一個20平方，咁香港唔算最窮我哋㗎，但係都算窮啦嚇。就嗰陣住200尺度啦，好逼嘅。咁我爸爸就好早就唔喺度㗎啦，咁啊阿媽唔養大我哋啦。咁所以讀大學嘅時候咧，都係要靠自己去補習啊，做其他嘢。咁啊大學嘅時候比較年少輕狂啲啦，唔係好專心讀書，我自己係。咁呢個想讀，嗰個想讀，後尾就讀出嚟嘅成績係普通畢業，普通合格咧即係冇榮譽畢業。我成日記住自己不榮譽畢業嘅嚇。咁你中文大學其實料常之大嘅呢個係，淨係經濟學啊，因為經濟好嚴㗎嘛，你覺得呢個之後。咁咧所以咧，其實我就開始發覺到咧，咁啊揾工啦，揾工嘅時候就好著黑嘅，第一步就問你 GPA 幾多，安娜幾多，有冇做過交換生，有冇做過 ITEC 嗰度同我咩都冇嘅。咁我揾成嘅啫，即係要做兼職做家教。咁所以我後尾就發覺到其實呢個遊戲規則我係行錯第一步啦，但係冇得第一步。即係如果大家學家庭有一個物質嘅支持，父母支持呢個好緊要。你俾好多人都成啦，即係唔好就問我覺得呢樣。咁然之後出嚟開始讀書啦，開頭讀咧係話，我當時開頭做銀行嘅，喺間銀行做，咁點解有冇人請我咧？咁我當時咧大學就得閒咧就做嗰啲人咁啊，佢優勝啲啦，咁啊得幾個就請我咯。咁入到去咧，我開始做一啲做 credit 嘅信貸嘅，但我唔識喎，因為經濟學冇教呢啲嘢，咁啊開始要讀翻啲同股有關嘅咯。所以就知道話，我第一個信貸員真係要有 degree， 好早讀啊咁講下，有 degree 冇 R.D. 啊，所以咧學一定有。到第二個進修嘅原則係乜嘢咧？就係一定要讀一樣嘢同你工作係一定有關，你對生存到有意義。咁我第三樣就係學升職啦。咁升職嘅時候究竟上面一個位到底係啲咩咧？我哋啲英文好啲，要有成字嘅，咁我哋就讀咯。咁啊讀落去，咁其實都夠。咁後尾點解時間分配咧？咁我當時就咁我好簡單，當時爭咗100萬卡數嘅自己，咁啊成日租卡數嘅學費，咁100萬都好大鑊，俾我當時人工得7000蚊嘅啫。咁啊100萬咧，我又好不幸係我自己就爭50萬嘅話，幫屋企人減咗50萬嘅。咁所以記住理財嘅話，同自己理財，你睇住啲屋企人，如果唔係佢都會累埋你，即係唔可以話累嘅，讀年份都可以話可以咁講。咁所以咧理財係成個家庭嘅。咁後尾冇辦法啦，走投無路啦。咁93年去咗大陸做嘢，去咗武漢當時。咁當時每人去武漢做嘢得2個人申請嘅啫，咁咪請咗我咯。咁啊當時人工就7000蚊到2萬蚊啦。咁即係做下咪一路上，咁啊還咗6年，還晒啲債到96年。咁97年金融風暴影響，咁就冇錢買樓當時。咁所以就一路咁咪喺大陸做嘢，開頭都幾唔好嘅，自己生活咧講真係都啱條手啦，咁啊成日唱 K。咁啊唱下咁我第一次用多喺香港啊，就發覺唔對路啦，就開始覺得唔應該再咁算咧成日，咁啊都去讀書咯。咁嗰啲工學好得閒嘅大學嗰啲，咁啊讀書時間好多，咁咪讀下咪讀咗咁樣。咁到而家我覺得係讀書唔係話要講乜嘢學位，但係最重要共通啲嘢嚇，咁啊好啲。咁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咧就話，今日嚟講咧幾位講者我自己係好專心聽佢哋講嘢嘅，因為我覺得咧聽人哋講1個鐘頭嘢好過自己睇5個鐘頭嘅書。咁其實我今日睇阿周小姐喺會上，睇阿楊先生係真實真係好嘢，我希望大家有共鳴。咁咧每日係自己都要有翻學嘅話咧，有一日嘅上下咧，你其實大學第1年